就在全港人都以為李家這場爭產鬧劇快要落幕嘅時候，一記更加狠嘅耳光突然扇咗過嚟。李家鼎81歲，親手將小兒子李永豪立為財產執行人，擺明要同45歲嘅長子李永漢徹底斷乾淨。靈堂上父子撕破臉，錄音滿天飛，大家都罵長子係45歲巨嬰，活生生嘅人肉吸血鬼。可誰都冇想到，真正將李家鼎心臟捅穿嘅根本唔係呢兩個仔，而係一個陪咗佢整整20年嘅女人。呢個女人表面低調到幾乎透明，結果竟然係 TVB 當紅小生馬冠東嘅親媽。她攞咗75萬分手費轉身走人之後，所有舊賬突然全部對得上號。點解鼎爺每次俾錢都急成咁樣？點解長子一聽到馬冠東媽媽就徹底失控？點解一個陪咗20年嘅枕邊人，偏偏喺鼎爺80歲高齡嘅時候選擇乾乾淨淨離場？到底係佢真係只想攞錢走人，定係李家鼎呢20年一直喺兩個家庭之間被活活撕扯？係長子太貪心無道，定係呢個女人將鼎爺嘅血汗錢一啲啲抽乾？今日我就將呢層名利場嘅爛皮狠狠剝開，睇睇呢出港圈最壯嘅豪門恩怨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爛到底㗎。45歲巨嬰對上20年枕邊人，李家鼎呢一生風光過，亦都落魄過，卻點樣都冇想到，最後將自己活成咗兩個家庭嘅活提款機。45歲嘅長子李永漢，從細就被寵成徹頭徹尾嘅巨嬰，每個月張口就要5萬港元生活費，霸住龍塘祖屋死活唔放，仲將老豆當成固定人肉 ATM。前妻思明走後，佢更加係一副理所當然嘅嘴臉，我唔啃你，啃邊個？嗰段之後，傳遍全港嘅錄音入面，佢吼得最大聲嗰句，直接將父子最後嗰點面皮撕得稀巴爛。你銀行明明有錢，點解唔俾我？而另一個女人 Viva 陪咗鼎爺整整20年，由2006年鼎爺事業最慘嘅時候開始，粗茶淡飯、經絡按摩，將佢照顧得服服帖帖。鼎爺之後靠私房菜翻身，賺咗大錢。第一件事就係將 Viva 一家當自己人，房租、生活費、生病、醫藥費全部包起，仲將 Viva 嘅仔馬冠東一路帶入 TVB， 俾佢搶核心角色。親生仔喺劇入面跑龍套，馬冠東卻可以攞重戲份，呢口怨氣。李永豪逼咗10幾年，眼睛早就紅透咗。據知情人之後爆料，李永豪同 Viva 嘅矛盾早就唔係秘密。2017年鼎爺私房菜徹底爆紅，身家好似坐火箭咁往上衝。之後兩個仔同呢個枕邊人都將眼睛死死盯住佢嘅錢袋子上。Viva 早年離婚，自己一個人拉扯大1仔2女。認識鼎爺嘅時候都係人生低谷，兩個人同病相憐，慢慢就黏埋一齊。鼎爺私房菜開張嗰日，場面搞得特別熱鬧。Viva 帶住女同孫女出現，鼎爺仲公開帶佢露面，接受外地訪問，睇落去一家人和和氣氣。可私底下火藥味早就濃得搶人。李永豪結婚想喺香港買樓，鼓起勇氣開口向老豆要150萬港元首期，本來係父子間嘅家務事，結果偏偏要走 Viva 女嘅路子溝通。最後錢冇及時到位，樓直接黃咗。佢一口咬定係 Viva 喺背後使絆子，故意卡佢脖子，唔俾佢安好家，只係想自己個仔多佔鼎爺嘅財力。更加氣人嘅係鼎爺自己省吃儉用，每日只食半隻雞，分3天慢慢解決，生活費被管得死死地。可佢可以一大朝唔顧任何人阻攔，急匆匆衝出去俾 Viva 送錢，結果慌慌張張喺路上撞咗車。嗰段錄音入面，李永豪幾乎崩潰，聲音又急又抖，帶住10幾年積落嚟嘅血淚同憤怒。好似嗰日星期六，你晨早溜溜打俾我老婆，話冇錢呀，冇錢，講到明即刻幫你開 e-banking， 睇你係有錢喺度，你自己知，你係就要趁銀行星期六1點前撲出去，連個天都唔幫你啦喎，
撞車你唔聽人講嘢，好急！我識咗你40幾年啦，你做緊乜嘢啊？咁急出去，一定係拎錢俾人，一定係馬冠東個阿媽。呢句話摘出嚟，全港人都驚咗。原來撞車嗰次，鼎爺拼住老命趕住攞嘅錢，根本唔係俾親生仔，而係俾 Viva。知情人之後仲提到嗰日鼎爺80幾歲，身體已經唔算好，卻仲係瞞住屋企人，急住轉錢。長子夫婦趕到清水灣寓所嘅時候，人已經走咗，現場鬧得雞飛狗跳。Viva 走得特別決絕，鼎爺都落咗狠心，直接甩出75萬港元分手費，徹底斬斷咗呢20年嘅情分，只求晚年耳根清淨。可呢75萬一轉出去，李家嘅天徹底塌咗。表面上係兄弟爭產，冰面底下卻係親生仔同枕邊人嘅死卡。鼎爺夾喺中間，左邊係血緣，右邊係20年陪伴，邊個都放唔低。結果兩邊都得罪光，所有人都以為李家嘅矛盾只係表面嗰對親兄弟嘅爭產鬧劇。長子45歲，仲將父親當提款機，每月死要5萬，心思全部放喺霸佔祖屋同圖謀財產上。可真正令到李家鼎20年枕邊人決絕攞走75萬分手費嘅，從來唔係長子嘅無能，而係嗰個瞓喺身邊整整20年，身份一直冇被揭開嘅 Viva 嘅仔，整個娛樂圈都被鎮住咗。呢個被李家鼎靠做菜賺錢獨自拉扯大嘅一仔兩女，佢嘅仔正係 TVB 近年力捧嘅上位小生馬冠東。馬冠東踏入演藝圈，全靠李家鼎一手提攜同照顧。鼎爺賺嘅血汗錢唔單止要供養前妻思明同長子一家，呢幾年仲不斷為馬冠東母親嘅生活買單。李榮豪同 Viva 早就為咗爭奪財產喺私底下鬥咗整整10幾年，呢一場父子紅眼母子算計嘅廝殺，比兄弟相爭更加觸目驚心，直接撕破咗圈子入面滿口親情嘅偽裝。低谷類嘅女人同爆紅後嘅天平。2006年，李家鼎嘅人生真係跌到咗最底。離婚後，事業一落千丈，戲約越來越少，銀行戶口都快見底。就在呢種最狼狽嘅階段，一個朋友牽線，讓佢認識咗 Viva。Viva 當時都係個失婚女人，獨自帶住一仔兩女過日子。佢早年做過小生意，失敗後轉行做經絡治療師，手法喺圈內小有名氣。幫過幾個癱瘓多年嘅病人重新企起身，亦都醫好過人工受孕失敗嘅女士。兩個人都被婚姻傷得很深，傾咗幾次之後就慢慢走近咗。剛開始嗰幾年，鼎爺窮得叮當，向 Viva 卻冇半句怨言。他每日朝早俾佢煲粥，晚黑幫佢按摩經絡，屋企永遠係粗茶淡飯，但佢食得心甘情願。知情人之後私下講，嗰陣時 Viva 對鼎爺係真心照顧，冇半點敷衍。嗰段清貧日子反而成為兩個人最踏實嘅一段時間。Viva 將鼎爺當成後半生嘅依靠，鼎爺都將佢當成低谷入面唯一嘅溫暖。轉折嚟得又快又猛。鼎爺嘅私房菜突然爆火之後，收入好似開咗閘嘅洪水咁狂湧入嚟，身家迅速暴漲。佢由快被遺忘嘅老演員，一下子變成港圈搶住合作嘅美食鼎爺。錢多了之後，佢對 Viva 嘅態度都徹底變咗，由感激變成近乎補償式嘅慷慨。佢先係幫 Viva 將租屋全部付清，之後直接俾佢換咗更好嘅屋。Viva 家人有任何事，佢都第一時間掏錢。Viva 嘅女生仔，佢包紅包包得特別重，孫女上學佢都主動幫手。表面睇落去係報恩，可喺李榮豪眼入面就係徹頭徹尾嘅偏心。最讓李榮豪咽唔落去嘅係對馬冠東嘅資源傾斜。馬冠東嗰陣時仲喺演藝圈邊緣掙扎，鼎爺一句話就將佢帶入咗 TVB 嘅大門。2016年 TVB 拍《鐵馬戰車》，鼎爺自己都有角色，佢直接動用人脈，硬係幫馬冠東搶到咗一個戲份吃重嘅核心位置，而自己親生仔李榮豪喺同一個劇組入面，卻只能演個幾乎冇台詞嘅路人甲。李榮豪當時氣到喺屋企集嘢，
佢拍戲拍咗20幾年，由童星熬到而家，仲係個不上不下嘅配角。可父親嘅枕邊人，一句話，外人仔就可以輕鬆攞到好資源。呢種落差好似刀子咁，日日喺佢心口度割。買樓嗰件事就係將矛盾徹底點燃。李榮豪結婚後想喺香港安家，鼓起勇氣同父親開口要150萬港元首期。鼎爺當時冇直接話唔，但溝通要通過 Viva 嘅女轉話，結果中間出咗岔子，錢冇及時到賬，樓嘅機會直接冇咗。李榮豪之後認定，肯定係 Viva 母女喺背後動咗手腳，故意令佢安家失敗，好將父親嘅錢留俾自己個仔。從那以後，佢睇 Viva 嘅眼神徹底變咗味。鼎爺自己卻活得越來越矛盾，佢喺屋企被管得極嚴。每個月生活費只有16萬6千，仲被一條條核對開支，話老人家一日食半隻雞，分3天，點可能用咁多？可背住家人，佢卻可以一大朝瞞住所有人，急匆匆出去攞錢俾 Viva。有一次甚至因為太急，喺路上出咗車禍，最終鼎爺81歲同 Viva 提出分手，甩出75萬港元。李榮豪表面上趕走咗外人，卻發現父親對佢嘅信任早就被磨得一啲都唔剩。鼎爺用75萬換嚟咗短暫嘅安靜，卻將整個李家徹底推向崩盤嘅邊緣。分手費買斷一切，李家徹底崩盤。李家鼎81歲呢年，終於決定用錢一次性阻斷所有麻煩。佢直接提出分手，甩出75萬港元俾 Viva。20年嘅陪伴就用呢筆錢徹底買斷。Viva 收錢之後走得非常乾淨，冇鬧，亦都冇多講一句，直接帶住仔女離開。李榮豪將呢幾年所有怨氣全部倒出嚟，佢罵父親偏心。由 Viva 出現嗰日開始，就一直將資源同錢往外人身上砸。自己結婚要150萬，首期攞唔到，馬冠東卻可以輕鬆攞到好角色同資金支持。Viva 嗰邊卻要幾多俾幾多。Viva 攞咗75萬之後就徹底消失，佢冇再出嚟講嘢。仔馬冠東都繼續喺 TVB 低調拍戲，對所有問題都只回一句唔想回應。母子兩個處理得非常乾淨，好似早就準備好退路一樣。但港圈嘅人都睇喺眼入面 ，Viva 用20年時間由鼎爺低谷陪到爆紅，最後攞錢走人。仔事業都揾咗佢，等於用最低成本換到最大利益。馬冠東呢幾年靠鼎爺人脈上位，而家母親全身而退，佢前途不受影響，仲避開咗所有罵名。呢場分手表面結束咗爭產鬧劇，其實將李家最後一點體面都撕得粉碎。血緣親情抵唔過長期陪伴嘅軟刀子，20年枕邊風比乜都狠。真正攞到實惠嘅人悄無聲息離開，剩下嘅人仲喺爛泥入面互相撕咬。3個男人嘅一地雞毛。而家81歲嘅鼎爺，日子過得越來越冷清。以前喺銀幕上威風凜凜，喺廚房入面日夜打拼嘅鏡頭已經睇唔到咗，身體明顯唔掂，走動都費力。晚年生活只剩安靜同空蕩。原本以為將小兒子李榮豪立為財產執行人就可以令屋企消停一點，結果家庭關係卻越鬧越僵。呢場爭產風暴由前妻施明離世之後就開始徹底爆發。施明走後，李榮漢喺靈堂上鬧得特別厲害，父子當場撕破臉。李榮漢氣到將鬧亂花牌直接扔喺樓梯間。鼎爺當時狼狽地走過一眾長輩身邊，心灰意冷，當場公開指定小兒子李榮豪做唯一財產執行人，擺明要同長子斷絕關係。呢件事鬧得全港皆知，大家都睇到李家表面風光，內裏早就千瘡百孔。鼎爺對前妻施明一直好重情，離婚多年，佢仲係承擔咗施明同長子一家嘅全部開銷，每個月數萬嘅生活費、保姆費、公司開支，好似個無底洞咁，一直壓喺佢身上。正因為呢份舊情，佢對長子李榮漢格外縱容，將人寵成45歲巨嬰。李榮漢呢幾年一直將父親當成固定提款機，每月開口就要5萬生活費，霸住龍塘祖屋唔放。
仲不斷打財產嘅主意。喺佢眼入面，父親嘅錢就係用嚟養佢嘅。錄音入面佢嗰句你銀行明明有錢，點解唔俾我？將呢種理所當然嘅態度暴露得一乾二淨。靈堂鬧劇之後，李永漢嘅形象徹底崩咗，全港人都罵佢係45歲巨嬰、人肉吸血鬼。佢以前仲可以靠父親嘅資源喺圈入面混，而家因為呢啲事，機會越來越少，日子越來越難過。佢已經成為公眾嘲笑嘅對象，日日被人指指點點。小兒子李永豪嘅處境其實都唔輕鬆，父親指定佢做財產執行人，表面掌握咗大權，但實際夾喺父親同哥哥中間，兩頭受氣。哥哥李永漢將佢當成仇人，兄弟關係徹底破裂。父親因為呢場家庭風暴都心灰意冷，對佢都越來越疏離。佢雖然坐上咗位置，卻要面對兄弟反目、父親失望嘅局面。贏咗財產執行權，輸咗家庭和氣。李家鼎呢一世最吃虧嘅地方就係太講情。對前妻思明講情，所以離婚後仲大包大攬養住佢同長子一家，結果將李永漢寵成完全唔會獨立嘅人，對仔女都冇設底線，結果養出互相爭產、父子反目嘅局面。由79歲到81歲，短短2年時間，屋企由表面和氣變成徹底撕破臉。鼎爺原本想用指定執行人嘅方式求個耳根清淨，結果卻將最後一點家庭溫暖都耗光。而家3個男人各有各嘅處境。鼎爺81歲，身體越來越差，守住空屋，晚年孤獨。長子李永漢45歲，本該係人生最穩嘅階段，而家卻成為全港笑柄，啃老冇啃成，仲背上一身罵名。未來路越走越窄。小兒子李永豪雖然攞到財產執行人嘅位置，但付出嘅代價好大，兄弟從此反目，父親心寒，佢夾喺中間，左右為難，表面風光，實際要承擔出賣親情，贏咗財產，卻輸咗家人嘅壓力。李家呢場爭產，由思明離世後嘅靈堂鬧劇開始，到鼎爺指定小兒子執行財產，再到父子錄音滿天飛，一步一步行到今日。表面係兄弟爭產，實際係整個家庭長期積累嘅矛盾總爆發。鼎爺對前妻嘅舊情，養出長子嘅依賴性格，對仔女嘅縱容，又令家庭內部不斷消耗，到最後邊個都冇能真正得好。李家鼎打拼一世，最後卻敗咗喺家庭內耗上。豪門恩怨向來都係咁現實，親情喺利益面前，往往經唔起考驗。呢場風暴鬧到而家，留低嘅只有遺憾同嘆息。一個老人守住空屋，2個仔各自為營，曾經嘅家庭亦已4分5裂。